馬竇福音第15章第1至20節，潔淨與污穢嘅真體。嗰陣時，有法利賽人同經師從耶路撒冷嚟到耶穌跟前講：你嘅門徒為什麼違反先人嘅傳授？佢哋食飯時竟唔洗手。耶穌回答佢哋話：你哋點解為咗你哋嘅傳授而違反天主嘅誡命呢？天主曾講過你要孝敬父親同埋母親，又講過咒罵父親同埋母親嘅應處以死刑。你哋卻話：誰若對父親或母親話，我所能供養你嘅已成咗獻儀，佢就不必再孝敬父親或母親啦。你哋就為咗你哋嘅傳授廢棄咗天主嘅話，假善人邊啊！依撒意亞論你哋預言嘅真好，佢話呢民族用嘴唇尊敬我，佢哋嘅心卻係遠離我，佢哋恭敬我也係假嘅，因為佢哋所講授嘅教義係人嘅規律。耶穌便叫個群眾嚟，對佢哋講：你哋聽，且要明白，唔係入於口嘅使人污穢，而係出於口嘅先至使人污穢。嗰時門徒前嚟告訴耶穌說：法利賽人聽咗呢講話起咗反感啊。耶穌答話：任何植物凡唔係我天父所種植嘅，必要連根拔除，由佢哋吧。佢哋係瞎子，且係瞎子嘅領路人。但若瞎子領瞎子，兩人必要掉在坑裏。伯多祿遂應聲對耶穌話：請你俾我哋講解呢個比喻吧。耶穌話：連你哋都唔明咩？你哋不曉得，凡入於口嘅，先到肚腹內，然後排泄到廁所裏咩？但嗰從口裏出嚟嘅，都係由心裏發出嚟嘅，呢啲先使人污穢。因為由心裏發出嚟嘅係惡念、兇殺、奸淫、邪淫、盜竊、妄證、毀謗，呢啲都使人污穢。至於唔洗手食飯，並唔能夠使人污穢。第21至31節，客納罕婦人嘅信德。耶穌離開嗰度，就退往提洛同漆冬一帶去咗。睇，有一個客納罕婦人從嗰地方出嚟嗌話：主達味之子，可憐我吧！我個女兒被魔糾纏嘅好苦啊！耶穌呢，卻一句話也唔回答佢。佢嘅門徒就上前求佢話：打發佢走吧，因為呢，佢喺我哋後面不停咁喊叫。耶穌回答話：我被派遣，只係為咗以色列家迷失嘅羊。嗰婦人卻前來叩拜，佢話：主援助我吧。耶穌回答話：攞兒女嘅餅掟俾小狗係唔啱嘅。但佢話：係啊，主，可是小狗亦食主人台上掉落嚟嘅碎屑。耶穌回答佢話：啊，婦人，你嘅信德真大，就如你所願望嘅，俾你成就吧。從嗰時刻起，佢個女就痊癒咗。耶穌離開咗嗰度，嚟到加里肋亞海岸，上咗山坐喺度。於是有好多群眾帶住瘸子、殘廢、瞎子、啞巴同好多其他嘅病人嚟到耶穌跟前，將佢哋放喺佢嘅足前，佢治好咗佢哋，致使群眾見到啞巴說話、殘廢康復、瘸子行走、瞎子睇見，都大為驚奇，頌揚以色列嘅天主。第32至39節，耶穌二次增餅。耶穌將自己嘅門徒召來，我好憐憫呢群眾，因為佢哋同我喺一齊已經3日，亦都冇什麼可吃嘅。我唔願遣散佢哋空着肚返去，怕佢哋喺路上暈倒。門徒對佢話：喺荒野裏邊，我哋從邊度得咁多嘅餅，使咁多嘅群眾食飽呢？耶穌對佢哋話：你哋有幾多餅？佢哋話7個。仲有幾條小魚。耶穌就吩咐群眾坐喺地上，攞起7個餅同魚嚟，祝謝啦，擘開，遞俾門徒，門徒再分俾群眾。眾人都食咗，亦都飽咗，把剩翻嘅碎塊收集咗滿滿7籃子。食嘅人數除婦女同孩子外，約有4000人。耶穌遣散咗群眾，就上船嚟到馬加丹境內。